来看一段照顾悲剧，这新北市新庄有一个73岁适龄的查甫人，因为伊爱照顾水脑症的看守，有可能是袂堪咧拖磨。今仔日早起呢，就甲伊的太太对14楼车落去，当场死亡。这适龄的翁婿也向警方自首，落尾警方也依照杀人罪嫌，甲伊移送法办。监视器翕到姓林的查甫人行入派出所自首，伊讲家己家68岁家后杀落楼，代志发生伫初九早起8点外，新北新庄这个主题大楼传出有落楼的事件。警方到场时阵发现落楼的县区负责人明显死亡，自首的姓林查甫人询问了后，互警方依照杀人罪嫌上办。你们是有什么争执吗？是一直照顾他压力太大了吗？73岁姓林的查甫人向警方表示，伊甲县区的家后做伙大，啊毋过子女无做伙大。伊建律师退休了后，照顾得着水脑症的家后1年外，毋过因为未堪咧长期照顾的压力，亲手结束家后的性命。新北市社会局表示，这个案毋捌有家暴，也是脆弱家庭的通报，嘛无申请服务的记录。68岁民众其实他就已经有符合其中一个65岁以上的个案。那如果说他评估是失能的话，基本上他其实我们是鼓励一般民众，他其实是可以打1966来申请我们相关的一个长照服务。卫福部表示，伊即马长照2.0的版本，这个案的年纪已经符合申请的规定。尾也阁有3.0的版本，会阁扩大到脑中风、癌症末期的服务对象，来应应老龄化社会。不过社会团体是讲，是务面还阁有真侪因素爱克服。台湾的想法就是说，我家里面以前是一个还不错的状态下，那现在改变了。那第二个原因，他其实也不知道说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源，那所以他们面临的除了是身体的那个负荷的一个压力之外，最重要的是那个心理的压力。居家服务的状况的确可能在目前看起来这个缺工的状态，可能也有影响到我们居家服务的这个状况。感林基金会表示，真侪老的照顾老的个案，大部分是因为资讯无对等，甲个人心态问题，也有机服员欠工严重，特殊资源无法度介入。除了建议子女甲厝边加关心，民间资源的适当介入，甲服务转介，才当减少类似的悲剧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